雷霆881，叱咤903，有誰共鳴？如果你係電玩迷，喜歡新奇刺激、峰回路轉嘅電子遊戲世界，你可能會對今日有誰共鳴嘅嘉賓比較熟悉。項明生年青時由成都移居香港，當時自覺英文程度唔夠好，就努力學習去提升自己嘅水平，最後更加得到獎學金繼續升學。James 從事數碼娛樂11年，今日貴為 Sony PlayStation 香港市場部總經理。喺舊年，佢更獲頒數碼娛樂風雲人物獎，對香港數碼娛樂發展影響深遠。今日 James 嚟到有誰共鳴，並唔打算講關於電子遊戲。今日佢想同大家一齊環遊世界，帶你走過足足5000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項明生。我啱啱出版咗一本書，叫做《足足5000年》，係我用咗4年嘅去咗18個國家同埋地方嘅旅遊嘅遊記啦。咁其實呢本書點解同坊間啲工具書有啲咩唔同呢？咁呢本書其實主要係用翻歷史同埋文明去睇呢個旅遊嘅。我自己好中意旅遊啦，去咗好多地方，我發覺呢，即係如果你係對於當地嘅歷史文化、語言、宗教、文明唔係太了解嗰陣時呢，可能你真係好似阿凡達嗰套戲入邊咁講，即係 I look at you， 唔係呢 I see you， 即係你可能係真係睇到啲嘢，而唔係了解到嗰啲嘢後邊嘅古仔咯。咁呢本書呢，就我係盡量呢係將歷史擠落去，因為點解呢？特別係啲文明古國嚟講呢，如果你哋唔了解佢哋歷史嘅話呢，去到當地咧係比較辛苦嘅，即係會消化不良嘅，唔係好明白佢哋自己背後石頭嗰啲故事啦。點解叫足足5000年呢？我想解釋下啦。5000年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即係中國文明呢都係叫上下5000年啦。不過而家你要去翻中國，要揾翻5000年、4000年或者3000年前，你想揾到個建築物，揾到啲嘢摸到啊，或者影張相，其實冇可能嘅。咁你而家見到譬如秦始皇嘅兵馬俑咁樣，你可以影張相嘅話呢，講緊都係2000鬆啲年歷史嘅啫。咁點解呢？因為其實最早嘅文明呢，其實就唔係我哋中國嘅，最早嘅文明呢，就係埃及同埋兩河嘅，即係而家伊拉克兩河，即係而家伊拉克同埋伊朗嘅地方啦。咁埃及呢，你而家真係去嘅話，你可以見到呢，摸到呢係5000年前嘅建築物。咁當其時我都有回望翻啦，喺呢本書入邊呢，咁中國呢係處於呢係未有國家或者王朝嘅時候，係傳說中間嘅皇帝時代嘅。咁中國嗰陣時啲傳說都係話，譬如話啟呢個皇帝呢係石頭嗰度爆出嚟嘅，其實係屬於神話嘅時代，而唔係一個真正嘅存在嘅歷史咯。至於伊朗啦，咁我第二篇古仔就寫咗伊朗啦。咁伊朗呢，其實都係一樣啦，即係我寫嗰陣時呢，即係波斯，即係當時嘅波斯啦。咁中國處於夏朝嘅時代呢，夏朝其實到而家為止呢係冇任何嘅遺跡發現嘅。咁歷史學家對於夏朝存唔存在呢，都係有個question mark 喺度嘅，都因為冇任何嘅證據證明，即係建築物啊，證明夏朝嘅存在嘅。所以其實希望大家即係用自己即係足即係自己兩隻腳啦，係行勻呢個全世界嘅話咧，你真係可以見到人類咧5000年嘅文明咯。咁咧，我就想即係播第一隻歌俾大家咧，就係《速賽曲》啦。咁呢隻歌咧係張清芳嘅歌嚟嘅。速賽咧就係大家知道張軒出賽啦嚇，或者係黃超娟出賽。咁就係當時咧，即係中國係第一次跨出咗即係自己塞外，即係長城以外嘅地方去探索其他國家嘅文明啦。咁我將呢隻歌送俾大家，就係《速賽曲》。請為我唱一首出賽曲，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，請用美麗的顫音輕輕呼喚我心中的大好河山，那只有長城外才有的清香。誰說出賽歌的調子太悲涼？如果你不愛聽，那是因為歌中沒有你的渴望，而我們總是要一場再場，向着草原千里閃着金光，向着笑過大漠，向着黃河岸那映山旁。
遊記作者項明生，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。第二個部分呢，即係除咗古文明之外呢，第二個部分我開始寫嘅就係宗教啦。咁宗教呢，大家知道其實特別係即係而家存在嘅三大宗教嚟講呢，吓，即係其中呢，我特登寫咗呢，譬如話係喺西方嘅宗教嚟講呢，其實猶太教呢都係幾緊要嘅一個宗教嚟嘅，因為猶太教呢嘅希伯來書呢，後尾呢就被基督教呢變成呢個聖經啦，伊斯蘭教呢亦都係將佢變成可蘭經。其實呢三大宗教呢，其實都係屬於同一個種嚟嘅。咁至於公元前2000年呢，印度教嘅前身係婆羅門教啦，佛教嘅前身沙門教呢，就開始喺印度出現咗啦。喺呢一部分呢，我寫嘅國家呢就係緬甸啦。咁我喺緬甸雖然其實佢係啱啱開發，其實唔係可以話開發嘅，其實佢係一個封閉嘅國家嚟嘅。咁不過而家就遊客可以入翻去噶啦。咁緬甸呢亦都係亞洲嚟講咧，係生產總值係最低最窮嘅一個國家嚟嘅，當地亦都係好少遊客啦，你係見唔到任何嘅 globalization 嘅東西嘅，譬如話你見唔到一間連鎖店啦，或者係大家好熟面嘅快餐店啦，完全都係見唔到嘅。咁呢個亦都係旅遊嘅其中一個最大嘅樂趣，就係話你可以見到唔同嘅嘢。其實我自己去旅行呢，我就好唔想見到呢，即係喺旺角啊或者銅鑼灣都會見到嘅鋪頭，或者係商戶，或者係人啦嚇，啲衫啊都係一樣。即係其實大家去旅行都想見識啲唔同嘅東西。我就覺得緬甸呢係其中一個喺亞洲嚟講呢，大家都可以見到係完全唔同，因為佢哋着緊呢 longi， 佢哋而家着緊啲衫呢係百幾年前嘅 longi， 百幾年前相當於中國嘅清朝啦。即係你都想象下，如果中國而家係全部着緊呢，即係紮緊啲辮啊，着緊長袍啦，女士全部着緊旗袍嗰陣時，咁當然你會覺得中國係一個好特別嘅國家，咁唔會係着西裝，即係唔會西化嘅。咁緬甸呢 exactly 就係咁樣，佢 keep 翻百幾年前嘅歷史。佢哋而家人着嗰啲衫全部都係百幾年前嗰啲衫，佢哋冇人着西褲，冇人着牛仔褲嘅。嘢食啊，同埋都好平啊，即係我覺得係幾好玩嘅一個國家。同埋呢，你又唔使捱苦，點解呢？因為今次呢，我去緬甸呢，就係坐咗個 cruise 啦，就係沿住佢哋嗰條江呢，就由仰光呢一路坐上去呢個白京，即係佢哋嘅古都啦嚇 Mandalay， 咁啊就叫 Road to Mandalay 嘅。咁嗰個船呢，就由德國人開嘅，咁就係一個好豪華嘅遊艇嚟嘅，其實都幾 enjoy 嘅。雖然呢個咁窮嘅國家，你估唔到呢，會有一隻德國咁豪華嘅遊艇呢，就係由呢個沿住佢呢條江上去嘅。咁特別係夜晚呢，佢一個 surprise 嘅，咁啊就喺船嗰度呢，佢喺江嘅上游呢，放咗呢2009盞呢啲水燈啊。咁樣呢，就我哋食完飯嗰陣時呢，因為嗰個好黑啦，因為嗰條江黑晒嘅，因為個地方係第一係冇工業冇農業，係窮得好緊要嘅地方，係路燈都冇噶。佢突然間上游放咗呢2900盞啲水燈嗰時出嚟嗰時呢，即係你係感動到好似發緊夢一樣。咁你一望上天空呢，哇！你會見到好誇張啊！即係你基本上成個天嗰啲星星呢，唔係一盞盞，係一紮一紮嘅，係我諗係從來未見過咁多星星。雖然我自己住喺西貢，夜晚都見到好多星星。喺緬甸夜晚黑喺條江上高見到星星，係我哋香港見到100倍以上咯。所以其實嗰晚呢，其實我覺得靚到呢係好緊要。呢個價值觀都係我哋覺得，即係唔係一定要你買好多鑽石戒指而帶嚟嘅歡樂。其實你望到天上咁多星星呢，其實嗰啲歡樂都好緊要嘅。咁所以我想送呢隻 Vincent 俾大家，就係呢個 Starry Starry Night。